浮光掠影南台科大资讯传播系影展，疫情后恢复办理。今年是第21届，学生呈现新闻、动画、纪录片、短影音、节目、剧情等6大类作品，每类设定团队作品奖或个人奖项。入围者都是通过业界18位专业评审的严格评选而定。首先，很谢谢学生的投入。那以这几个作品来讲，都有相当的一个成果。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在整个制作上的一个努力。今年呢，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作品呢，像剧情片的话，他们之前就已经有去参加过一些比赛。那有一些各大类的一些比赛都已经得过一些佳绩，还有一些入围，所以在呈现上面的话会比较专业一点。许多同学的作品在影展中脱颖而出，最佳新闻奖的《行礼如仪》报道行人与汽车间的冲突与纷争。最佳动画奖的《Wish 光的祝福》，利用红、绿、蓝3种颜色融合成白色星星，闪耀在夜空中。最佳创意短影音奖的《苦恼的想法与苦恼的人》，反映宅男求爱所遭遇的困境。我的作品呢，是关于一个想交女朋友的怪人。最后终于交了女朋友，然后重新认识自己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这样拍起来应该蛮有趣的，然后我就把它拍下来了。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做这个动画的作品，然后能受到老师们跟评审们的肯定，就是非常荣幸。最佳纪录片由崛起夺得，最佳节目奖是《远方的声音》，最大赢家是《陌上花开》。除了得到最佳剧情片外，还拿到最佳导演奖。资讯传播系学生在影展的准备过程中，需要将作品反复修改至完美，才能成就一部优秀的作品，相当不简单。记者双怀谈的报道。